因為戲已經上課到呢個時候，一定老規矩要借你哋嘅掌聲，因為我要歡迎我哋嘅91秒美妍女主角 Irene Rebecca 同埋男主角黃浩辰阿 Bruce 嚟到大幕前面，有請收嘅 keep 住你哋嘅掌聲，邀請到佢哋嚟到大幕前面先啦，好開心大家假期第一日咁早起身嚟到戲院支持看到美人魚，亦都好開心見到你哋，好開心有啲話 family 嘅一齊睇喎，特別開心。其實先交個時間俾3位同大家打下招呼先啦，由導演開始先啦，好唔好？好啊，大家好，我係呢套戲嘅導演廖永，多謝大家支持。係啊，恭喜導演第一部大幕嘅作品終於同大家見面啦，係啊，即係有請 Irene。Hello， 大家好，我係 Irene。大家都好熱情，啱啱歡迎你哋啊，係即係到 Bruce。Hello。咦？有冇 Hello，大家好，我係 Bruce。Hello，Bruce。Bruce 手聽咪好聽，唔使我咪都聽到啊，我有咪。好，呢個時候不如我哋先聊一下天，好不好？先聊天，不如先同導演傾下偈先啦。今次呢部作品，可唔可以同我介紹下點解要去台灣拍嘅咧？即係一開始個劇本已經係咪構思咗想去一個遠離繁囂嘅地方咁樣？其實一開始個劇本已經想係去一個舒服一個小島咁嘅環境。其實我哋有諗過喺布吉啊、海南島咁樣嘅，咁但係好多即係劇本即係成個發展嘅過程裡面就可能又配合可能有啲演員，咁最後就喺台灣發生。咁但係都好靚，我覺得而家呢個地方真係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係啊，雖然大家呢個假期留港消費，但係都好似去咗一場旅行咁啦，係咪啊？大家都好治愈到個心靈，即係一定要問下 Irene 啦。Irene 今次即係貴為女主角，亦都係由頭帶到尾啦。其實今次成個戲牽涉獵好多嘢，有愛情、友情、親情，邊一部分其實最打動到你咧？我覺得友情，即係嗰段愛情同埋親情都打動到我，因為我自己睇個劇本嘅時候都覺得其實我哋生活中不可缺少嘅就係當然愛情啦，其實親情都好緊要，因為每個人都有家庭，當你面對可能生離死別嘅時候，嗰下係真係會係好傷心嘅，即係好似阿 Bruce 同媽咪嗰段親情，我覺得都好 touching。咁而我同阿 Bruce 嗰段愛情亦都係可能而家可能好多人都會喺網上交友啦，咁可能有好多人會有共鳴啦，或者係對一啲年齡有差嘅一啲戀情，大家都會有一啲共鳴咯，即係比較寫實啲，同埋係咯，即係我覺得愛情係應該唔好計較所有嘢嘅，係應該真係要去真係要最緊要係愛嗰個人，係咯，嗰個人嘅靈魂。所以相信呢部作品都會令大家好多共鳴，因為日常生活咁大家都會遇到，都要多啲珍惜身邊嘅人啦，我諗都好重要。係多謝 Irene 先，之後又同阿 Bruce 傾下偈啦，歡迎 Bruce 再次來到香港。想問一下，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最難忘的部分嗎？我最難忘的應該是，其實很難得有這樣的經驗，可以跟香港的團隊合作，對，我覺得很榮幸。然後劇本又很感動，就是有親情的部分，然後還有可以一起成長的愛情的線，所以就是有這樣的緣分，我覺得很幸運。然後也很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電影，然後不管喜歡啊或不喜歡，都可以幫我們多多分享宣傳一下，謝謝。喜歡。哇，喜歡就好啦。所以我一定係有共鳴咯，係咪啊？因為大家都係有愛有情喺入邊咁咯。係呢個時候咧，我見到 Bruce 手上有個小禮物喎。香皂，怎麼講？香皂，發卡，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看完電影的心得啊，或者是對於電影有什麼看不懂，或者是有什麼問題的地方提問，然後就可以得到這個香皂。很香，這個是美人魚的尾巴，對，很香的香皂。即係我哋視覺帶完大家去旅行，就香味 味道都帶大家去啦，很香對嘛？哇！仲有 Bruce 親自攞住送俾大家。咁我哋不如即刻我哋揀兩位觀眾。哇！咁快啊！好快嗰人我即刻揀兩個相。哦，謝謝 Bruce，謝謝辛苦了辛苦了，很熱情啊，我們的觀眾朋友，好讚啊！沒關係啊，我識聽少少。哇！好叻啊 Bruce！幸幸先睇到你哋作品啦，喺戲中裏邊即係用咗好多唔同部分，好多即係其實剪接都好好㗎，我覺得拍攝咁嗰個演員啦，我都睇到佢哋好盡力，即係佢想表達嗰個即係個角色嗰個表達出嚟，因為你要啱啱初識，你要點樣影到佢好深入咧，都帶到呢個重點出嚟咯。咁同埋親情同歸亞蕾嗰度
都好好喎，我覺得，即係好少少嘢就已經表達到你同媽媽嗰個感情，即係少少嘢，你生活呢啲細節嘢咧，個劇本寫得好好嘅，係即係呢啲係表達得到出嚟咯，即係好似一個圖畫，因為其實好多時你會同屋企人啊好多嘢，可能你都會即係忽略咗，其實嗰啲就係重點嚟嘅，就係一啲就係生活啦，即係好現實咯，好好，多謝你，多謝，大家好，好值得呢份禮物啊！呢位朋友，對，謝謝 Bruce 嚟香港，對。台灣邊度？喺墾丁。南部。對，墾丁同埋台中同埋綠島。係啦，睇完都即刻上去台灣去一轉旅行先。我哋都想講。係啊，呢個咁啱嗰位朋友仔講起，又想問下 Irene 同埋 Bruce 跟亞里姐嘅今次嗰個合作係點樣？咁你都分享一下。係因為我同歸亞麗，我同佢之前其實有合作過嘅。係啊。我哋第一個合作係《中國主角大監》。咁當時佢演阿聰聰嘅媽咪啦，咁當時已經好欣賞呢個演員，覺得佢係好演技好好啦，同埋好有氣質啦。咁係咯，你也可以說一下你媽媽對亞蕾的感覺。對，就是像剛剛導演有講到，就是基本上我們這個電影裡面所有的演員都是第一次合作，然後跟亞蕾姐對戲對我而言是一件怎麼說很榮幸，然後又很舒服的事情。就是我們第一場戲有跟亞蕾對戲，亞蕾姐對戲對完以後，亞蕾姐就在我耳邊輕輕地說了一句，跟你對戲很舒服，然後我就哇，很感動，就是在亞蕾姐的嘴巴裡面講出這一句話，對啊，就很開心可以跟亞蕾姐合作這樣子。很大的肯定。對對對，謝謝謝謝。佢係好好嘅一個長輩，同埋佢經常佢係支持所有人咁樣，佢會走埋嚟同我講話，即係我同你合作好開心啊，令到大家個環境都即係工作環境都好開心。好溫暖啊！係好 warm 好 warm。都可以喺亞蕾姐身上學到多啲鼓勵大家，多啲欣賞大家。係片場好緊，即係拍緊嘅時候好緊要，即係大家互相信任啊，同埋大家有個親人咁嘅感覺。可能因為大家都住埋一齊啦，即係成日喺台灣拍咧，所以大家啲感情都比較好啲咯。好似一個 family，好凝聚力呢個劇組好重要，好重要。所以今日見到我哋團隊好團結咁樣一齊出嚟，同大家一齊度過呢個 Easter holiday 啦。多謝大家。父親節快樂，大家。係啊，呢個仲少成送多一份禮物啦，好唔好啊？壓軸一份禮物，仲有邊位朋友好想問題？係咪有舉手？哦，好，咁啊，就將個幸運之神嘅交俾你啦。簡單啲講啦，不如唔好講大家啦，咁我覺得呢套戲都好感人啦，最後嗰 part 我都睇落去有啲叫做新靈，即係父母如果過咗身都有啲新靈，即係諗到去。我之前都做過啲相關嘅長者經驗啦，都感覺上有時我都諗翻，如果屋企人唔喺度，都會有啲會有啲唔習慣、唔捨得咯。不過我哋都要珍惜我哋啲無論親戚啊，即係講錯咗先，唔係嗰個朋友家人啊嗰啲咯。可能我緊張一滯啊，唔係我哋家人嗰啲，我哋要互相鼓勵同支持咯。好，咁都祝個節快樂啊！溫碧霞啦，同埋其他主角，好啦，多謝你，多謝。係多謝你。哎呀，真係我 Bruce 唔該晒，Bruce 親身送俾大家，好有心。喺部戲睇係啊，完之後都好想啟發到大家，可以多啲去關心身邊嘅親人啦，多啲時間去陪伴佢哋啦，同埋愛情一定要係勇敢咁去愛咯。係。成套戲就係即係好多嘢我哋可能忘記咗，但係其實喺你身邊嘅其實好多嘢都係即係愛情又好、親情又好，但係只要你行多一步，咁其實就你可以得到。一定係。同埋我想再次就係大家好最熱烈嘅掌聲俾多次Irene，因為就係你嘅工作室嘅其中一部作品，就一直對香港電影周圍熱力嘅支持，我哋一齊繼續努力，好唔好啊？好，多謝。咁就不如邀請導演係，雖然你講係咁。希望大家一齊支持香港電影。一定會。多謝咁多位觀眾仍然走入戲院支持電影。咁我哋呢個時候不如一張大合照啦，好唔好啊？有請 Bruce 導演同 Irene 嚟到，不如中間嘅合數好唔好？中間就我們一起拍一張，可以。